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 CGC 嘅 channel。今日繼續玩呢個重返系列，咁點解叫呢個名呢？我都唔知。咁其實係我第一條片嘅標題個縮短版啊。1.10 PC 版玩家時隔6年重返遊戲但 P 版，差唔多係咁啦。縮短一啲就係重返遊戲，咁因為係生存模式，就變成重返系列啦。咁就不厭其煩再講多次啦，因為係第一次拍片剪片啦，希望大家可以俾啲意見，我會虛心領教，努力改善，俾好嘅效果大家。好，搞掂。Oh wow！ 新品種豬仔。去揼樹，咁嚟一個廣東話小教室啦。打意思係擊打、捶打、敲打，而依家呢個 AI 配音嘅揼，意思係應、窒下，兩個係同字，不同音不同意思㗎。然後整個礦洞啦。
太感動了，搞咗咁耐，終於有鐵。好，先咁啦。好，咁呢條影片就去到呢度啦。希望大家可以訂閱、俾 like 同埋留言，俾啲建議我呢個新人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